看样子我昨天是梦里又做梦了，吓死我了。不过，万一我还在那个鬼地方怎么办？呸！等我数3个数，就一定大功告成。1、2、3。怎么又是你？娘娘，您不能再睡了，都晌午了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骗我？娘娘，您说什么呢？奴婢是您的贴身丫鬟，从小跟着您一块儿长大的。您就算怀疑谁，也不能怀疑奴婢我呀。奴婢对您忠心一片，你怎么就不记得了？哼，小样，戏挺好啊。你还跟我说实话，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，我加倍给你。奴婢怎么可能收别人的钱背叛您呢？您这么说我，实在好伤人心呐！我怎么才能穿回去啊？对了，死了，电视剧里演过，死了就穿回去了。